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两字真趣味的台语字“拍”甲“钉”。这字“拍”中空心，就是结构不扎实、松软；那这字“钉”咧，中点一点，就是结构密致、坚硬。拍茶、拍炭，那钉，巴拉伤钉，烧仙草放伤久会反钉。另外像美人树、乌棒树是属于拍树，种30年树身就真大棵；那小楠就属于定树，种30年树身才美人树的一半大。顶斗，这只椅仔做甲不止顶斗，伊比因兄哥较顶斗较稳健，还佫有顶壳壳、石头硬邦邦。佫来拍小。伊个公司拍小遮多，无怪爱倒大关门。拍手，伊真拍手，大概送礼拢大出手。还有一句俗语：拍切收入好美赖，就是死猪定点，就是无能力的人共占好职位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拍钉，实在真趣味。